2025年12月1日，禮拜一，詩篇72篇1至7節。上帝啊，求你將你的公平賜給王，將你的公義賜給王的兒子，使他按公義審判你的子民，按公平審判你的困苦人。大山小山都要因公義使百姓得享平安。他必為百姓中困苦的人伸冤，拯救貧窮之輩，壓碎那欺壓人的人。太陽還存，月亮猶在，人要敬畏你直到萬代。他必降臨，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，如甘霖滋潤田地。在他的日子，公義要興旺，大有平安，除非月亮不在。默想主題：公義的加冕。呢篇詩篇係一篇彌賽亞詩，預言彌賽亞，我哋嘅拯救者，我哋嘅王，帶住公平公義嚟到管治大地，使佢嘅子民社會得到和平同埋昌盛。我哋嘅上帝係公義嘅源頭，喺佢嘅面前向佢傾倒對公義嘅渴望。喺我哋嘅生命或者社會當中，有邊啲不公需要王嘅兒子耶穌基督嚟到審判？想像王按公平拯救困苦者，我哋都作為王嘅子民，除咗被佢拯救，我哋又點樣喺日常成為呢個憐憫嘅管道呢？想像公義帶嚟和平同埋繁榮，讓呢幅圖畫，呢個景象充滿我哋嘅心，好似雨露澆灌喺我哋嘅心一樣。就住以上嘅指引，或者你喺經文裏面領受到嘅亮光，以禱告繼續同主對話。
默想結束嘅時候，讓我哋再一次安頓自己，整理剛才我哋嘅所思所想，同主分享嘅一切。你會點樣呼喚主？當佢呼喚你嘅名字，並且問你要啲乜嘢嘅時候，你嘅答案係乜嘢啊？將你對主嘅稱呼同埋你嘅需要結合成為簡單嘅禱詞。呼氣嘅時候，呼出對主你嘅稱呼；吸氣嘅時候，道出你嘅需要。將你嘅禱詞融入喺你一呼一吸嘅節奏當中。如果你冇特別嘅禱詞，你可以參考以下顯示嘅呢個內容。為呢個與主相遇嘅時光作感恩祈禱結束。請使用你嘅屬靈札記記錄你今日嘅禱詞同埋剛才嘅體會。